今集我哋會講最後4大類超級食物：漿果、優質蛋白、複合澱粉、發酵食物，以及所有會摧毀粒線體，令你越食越攰嘅食物黑名單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時之莎，同你講養生。以下內容並唔係任何飲食建議，請諮詢你嘅醫生。1. 低升糖漿果。石榴富含硫化單寧，係一種強效嘅抗氧化劑，可以進一步分解成其他抗氧化化合物，例如硫化酸同尿石素。呢啲物質已經喺大量研究中被證明對心血管、抗癌同埋對線粒體有益。書入面建議每日補充750至1500毫克石榴提取物，或者每日食1/2到1個石榴。一般甜嘅生果會令到血糖震盪，傷害粒線體，而漿果比較低糖、高抗氧，能夠滋養大腦。藍莓能夠改善腦霧同埋專注力。如果你想提高腦力同埋記憶力、學習能力同執行能力，咁關注一下藍莓。大量研究證明，每日攝取1至2杯藍莓，可以改善有認知障礙老年人嘅學習能力、記憶力同埋執行認知功能。蔓越莓同其他大多數生果中存在嘅 B 型原花青素唔同，佢符合 A 型原花青素。喺飲食中添加蔓越莓，可以減少體內氧化應激、標誌物水平同炎症反應，防止粒線體功能障礙。每日飲用1至2杯蔓越莓汁，或者攝入1500毫克蔓越莓提取物，可以改善血脂、血壓、血管功能同胰島素敏感性。2. 優質蛋白質。優質蛋白質係粒線體嘅能量原料，冇咗蛋白質，粒線體無法製造能量酵素。草飼紅肉，例如草飼牛肉、草飼羊肉係極佳嘅天然營養來源。與穀飼肉相比，佢嘅熱量同脂肪較低，蛋白質比例較高，而且富含優質蛋白質、血紅素鐵、鋅同埋維生素 B 群，有助於維持免疫力同新陳代謝，而且含天然輔酶 Q10，係粒線體電子傳遞鏈嘅重要組成部分，亦都具有抗老化同保護心血管嘅效用。全蛋能修復細胞膜，補充膽鹼。書中提到，優質嘅散養雞蛋係蛋白質同好多營養物質嘅高效來源，尤其係膽鹼、DHA 同埋葉黃素。散養母雞生嘅蛋含有更多嘅奧米加3脂肪酸，包括顯著增加嘅 DHA， 佢同海鮮中嘅含量相近，更少嘅奧米加6脂肪酸。散養母雞生嘅蛋含有更多維生素 E、葉黃素、玉米黃素。書中提到，一日可以食1至4隻雞蛋。內臟係天然頂級嘅粒線體補品。牛肝係地球上營養最豐富嘅食物之一。只要約100克嘅牛肝，就能滿足你每日對大多數 B 族維生素、維生素 A 同埋銅嘅需求，同時提供近50%嘅身體所需嘅膽鹼、鋅、鐵、硒同埋葉酸。但係唔能夠食太多，因為會有維生素 A 同埋銅過量嘅風險。建議最好每周唔好超過1磅。生蠔係鋅嘅最佳來源，而鋅係維持正常免疫功能、傷口愈合、新陳代謝嘅必須礦物質。一個中等大小嘅生蠔就能夠提供1日所需嘅鋅，以及大量嘅鐵、硒同埋奧米加3脂肪酸。一項涉及94名健康成年人嘅隨機臨床試驗發現，同安慰劑組相比，每天食40克煮熟咗嘅生蠔，含有15毫克嘅鋅，連續12週可以顯著提高睡眠效率，縮短入睡時間，減少夜間躁動。植物蛋白例如黑豆、
大豆可以修復腸道同埋補充蛋白質。書中提到，黑豆可以降低進食時嘅血糖反應，咁意味住黑豆可以最大限度咁減少餐後血糖嘅波動同驟降，而呢啲波動同驟降通常會引發疲勞。大豆豆製品富含二黃酮，係一種植物化學物質，可以降低血脂、降血壓、改善內皮功能。咁解釋咗點解食用大豆可以減低患心血管疾病嘅風險，但最好係有機或者發酵嘅豆製品。3. 複合澱粉穩定功能，唔俾粒線體超載。白米同白麵包會令到血糖暴衝、疲勞崩盤，最佳嘅係燕麥、糙米、藜麥，能夠穩糖穩精力。書中提及，如果你只能夠食一種穀物，咁就揀燕麥，佢係複合碳水化合物嘅極好來源，含有一種叫做 β 葡聚糖嘅特殊纖維，以及好多礦物質，如錳、鎂、鐵、硒、鋅同埋銅。β 葡聚糖纖維不斷被證實有助於降低血脂，從而改善心血管健康。此外，喺飲食中加入燕麥，也被證明可以降低空腹胰島素水平，改善血糖控制。但呢啲效用只有喺燕麥被最低限度嘅加工情況下，先至會發揮，如粗粒燕麥片或者粗壓燕麥。燕麥嘅另一個獨特益處係燕麥胺，呢種係一種燕麥特有嘅植物化學物質，人體攝入後可以提高抗氧化能力，減少引發體內炎症。4. 發酵食物修復腸道，終結頑固疲勞。腸道好，發炎少，粒線體唔會被默默消耗。多食發酵嘅食物，天然益生菌提供咗數百萬至數十億有益菌，例如乳桿菌同雙歧桿菌。呢啲細菌定植於腸道，生成短鏈脂肪酸，阻止有害嘅致病菌接近，同你嘅免疫系統互相作用，增強抗感染嘅能力。無糖乳酪、奶酪、天然泡菜、德式酸菜、味噌、黑菲爾酸奶等等。作者喺書入面話，如果唔能夠食發酵食物嘅話，如胃脹或者腹脹，就多食富含益生元嘅生果同蔬菜，因為你可能需要重建微生物群多樣性之後再食發酵食物。絕對要少食嘅疲勞製造機同埋影響粒線體嘅食物黑名單：精製糖、甜品、白米、白麵包、餅乾、油炸食品、加工食品、反式脂肪、過量酒精。戒掉會傷害粒線體嘅加工食物、精緻食物，喺6至12小時內完成進食。將攝入熱量嘅重點時間段放到朝早同下晝。每餐固定攝入好蛋白、好脂肪、複合澱粉、蔬菜。每日用餐嘅時間盡量保持一致，避免宵夜。最好唔好喺夜晚7點或8點先至食最後一餐。唔成日食零食，等粒線體夜間修復。限制飲酒，每次唔好超過1杯。總結：精力好唔係靠硬撐，唔係靠提神，唔係靠補品，而係食啱食物，食啱晝夜節律，停止自我消耗。當你嘅粒線體被修復，發炎減少咗，血糖穩定咗，腸道健康，你自然早上好起身，晏晝唔昏沉，腦袋清晰，情緒穩定，唔容易疲勞。喜歡今日嘅分享，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同埋開啟小鈴鐺，留言俾我知你最難改變嘅飲食習慣係咩？多謝收睇，拜拜。